大廈大維修又或者臨時裝修期間，好多時候都要臨時關閉消防系統。咁但係萬一呢一段時間發生火燭點算好呢？有啲乜嘢保障我可以做得到？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款嶄新技術嘅 4G 多網絡煙熱感測器。同傳統煙霧警報器唔同呢，我哋呢一隻感測器採用咗 4G 嘅多網絡 SIM 卡技術。不過大家記得唔好搣個封條，如果唔係保養就會失效㗎啦。佢可以喺發生火警嘅時候呢，就即時透過 WhatsApp 通知你嘅緊急聯絡人，俾大家都知道有火警嘅危機，即係你知，你屋企人都知。喺停電同埋喺冇 WiFi 網絡嘅時候，我哋依然保障你嘅安全。佢嘅安裝同設定極之簡單，只要你有 WhatsApp 就可以即刻設定好緊急聯絡人同埋警報，唔使3分鐘搞掂。喺裝修環境，除咗大層之外又多廢氣，但係我哋感測器已經配備咗 AI 智能防誤鳴技術，唔單止咁，仲係3C 同埋 CE 認證。無論係大廈維修、臨時裝修、獨居長者定係租盤單位，我哋嘅 4G 多網絡煙熱感測器都可以為你爭取火警逃生機會。即刻到防火易網店選購。